學塔羅係咪一定要有感應呢？如果我冇靈感，係咪就學唔識啊？其實呢個係最多人對塔羅嘅誤解。好多人以為學塔羅一定要有第六感，甚至要有啲特殊嘅能力，所以仲未開始已經擔心自己又冇靈感啦，又學唔識。但其實塔羅並唔係考你有幾神奇，而係有一套可以學習嘅解讀方法。至於直覺呢，亦唔係少數人先至有，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只係你未必識得點樣去運用。所以塔羅課嘅第一堂，我係唔會急住叫大家死背爛背嗰啲咁嘅牌意，而係會先帶大家做一個直覺練習，打開大家嘅直覺力、敏銳度。好多同學做完之後都會話原來咁簡單㗎咋，我真係有直覺㗎。最有趣嘅係，當佢哋第一次用呢一個方法幫同學解牌，對方好多時都會話又好似真係講緊我，連解牌嗰位同學自己都覺得好驚訝，點解我第一次已經可以解得到呢？所以學塔羅唔係靠天分，而係講用啱方法，慢慢學識運用你本身已經擁有嘅直覺力。而呢個就係我希望每一位同學喺我哋嘅第一堂已經可以體驗到嘅轉變。想由零開始學識塔羅占卜，輕鬆建立解牌思維，DM Tarot 俾我，我會將實用塔羅工作坊嘅課程資料 send 俾你。